因那公费流感预防车对昨昏已经开始分2阶段做，头一批是先予65岁以上的时段，也有学校内底学生囡仔；第2阶段是对11月初1开始，嘛开放予50岁至64岁的民众会当去注射。 做一支就会当预防感染流感病毒。公费流感疫苗10月初2开始分2阶段开始做，高中至以下甲5专1年至3年学生囡仔，伫校园集中做，希望会当防范校园流感不一定烧坏。 任何的厂牌一定都有一定的保护力，所以我并不担心说一定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牌才做施打这样子。疾管署表示，秋冬是流感加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，而且2个镜头搁正同，拢会出现发烧加呼吸道镜头。做疫苗会当降低并发重症也甲死亡的风险，所以第1阶段优先注射对象包括65岁以上的长辈、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等10类对象。 第2阶段为11月初1开始开放50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大人来做。有打就比较安心了，其实是打国光的嘛。据报道好像说可能会严重，所以打得比较安心。是的。 为了催更较侪人出来做，卫福部长谢水元嘛亲身手硬比起来做流感疫苗，希望会当提高疫苗注射率。疾管署表示，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拢总买698万剂4价流感疫苗，其中国光先机349万剂，差不多占总量的5成；赛诺菲192万剂，台湾东洋86万剂，也加高端70万剂，差不多占1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